每月風水貼士，農曆7月，西曆8月7日至9月7日。正東，本年正東為8白土，本月正東為9子火，火生土旺，而有利財星。東南，本年東南為9子火，本月東南為1白水，1九相遇而不利情緒，而放植物化解。正南，本年正南為5黃土，本月正南為6白金，金能泄土，泄弱病星。西南，本年西南為7赤破軍金，本月西南為8白土，土生金旺，生旺賊星，而放1杯水化解，且亦有利財星。正西，本年正西為3碧木，本月正西為4綠木，木見木旺，既利文昌，亦旺爭鬥，而放粉紅色物件化解爭鬥。西北，本年西北為2黑土，本月西北為3碧木，2、3相遇為鬥牛煞，而語中招災，而放音樂盒泄土制木。正北，本年正北為6白金，本月正北為7赤破軍金，6、7相遇為交劍煞，而意見損傷，而放1杯水化解。東北，本年東北為4綠木，本月東北為5黃土，木土交戰，而激怒5黃死符，而放音樂盒泄土制木。中宮，本年中宮為1白水，本月中宮為2黑土，而放音樂盒泄土生水，且亦有利財星。每月風水佈局最主要是注意每月之5黃、2黑大細病位要否加強化解，亦要注意流年的大細病位。流月如是農曆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等火土飛星，會加強5黃、2黑的壞影響，必須加強化解，多響音樂盒。此外，除每年文昌位外，在需要的月份，亦可在每月文昌位加強佈局，有利考試。